加州參議員 Jerry McNerney 最近提出咗一項新法案，以規範用於管理職場員工嘅人工智能軟件，包括禁止未經人工監督就使用 AI 軟件進行招聘同解僱。呢項 SB 7號法案又名為 No Robo-Bosses Act。McNerney 表示呢項法案將規範由 AI 推動嘅自動化決策系統 ADS。法案要求喺用 ADS 系統進行升職、降職、解僱同紀律處分時，必須要有人類嘅監督同獨立驗證。此外，法案仲將禁止 ADS 系統根據員工嘅個人信息嚟預測佢哋嘅行為，從而導致對員工嘅不利決策。該系統亦不得獲取或推斷員工嘅移民身份、祖先背景、健康記錄、信用歷史或受州法律保護嘅個人信息。法案將允許員工對 ADS 系統作出嘅決策提出上訴。如果呢個法案獲得通過，將會成為全國首個此類立法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